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，影响到昨的台北股市大落将近600点。金管会讲要扩大9月30号发布的限空令来救股市。早起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到立法院质询的时阵，是希望股民对台股要有信心。也毋过早起的股市也是落。早起的10点半，上低点甚至是落破到13000点，上尾也是落24点，以13081点来收盘，上低点搁来破新纪录。若是限空令无法度发挥效果，到时阵万不一，若来落破到这个13000点的时阵，是毋是会来实施到禁空令呢？黄天木讲，要搁观察一段时间。股民要有心理准备。要像和新冠病毒环境一样，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，剩下只有共存一途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我对台股是有信心的。金管会主委对台股有信心，希望股民卖凊心。不过在和台股同款落尾600点，今仔日继续落24点，收跌13082.24，创下2020年1月中以来低点。金管会当日宣布扩大限空令，包括每日盘中借券卖出的规则数量，无超过预计证券前30个营业日的10%，上加永券保证金成数毛以100%爬到120%，希望会当甲景气诱导转来。不过12号台股同款增加，到下早10点半上低点甚至落破13000，金管会出手敢嘛无效？你昨天的限空令，我就认为不好。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要让股民对股市还是要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措施。但是至于说是不是有效，恐怕也不能从今天看，还要观察一段时间。限空令若是无法度发挥效果，敢有可能祭出禁空令呢？我们也会再观察。我不方便在这边跟大家说下一步要做什么。黄天木讲，要点点啊看，这波通货膨胀连带影响的，各有寿险业的净值比。到9月底，台湾已经接近寿险的净值比3%加。金管会嘛提出相关措施，若是符合国际规范和指引，各有经过公司管理改善和会计师考虑过，稳准寿险业用金融资产伫分类，希望能让金融市场恢复稳定。黄天木也保证，虽望寿险业的数字一直落，不过绝对袂影响保卫权益，请保护爱放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